各位聽眾，你哋好，歡迎收聽7月2號香港新聞整合。以下內容包括本地新聞、國際新聞、財經消息、體育消息、影視娛樂與音樂、數碼科技以及生活娛樂、天氣報告，涵蓋社區脈動與全球視野以及生活資訊。以下係詳細報道。本地新聞：西九 M+ 全日逾25,100人次參觀，打破單日入場紀錄。為咗慶祝香港回歸2024至2025年，琴日西九文化區 M+ 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免費開放。M+ 全日錄得超過25,100人次入場，創單日入場紀錄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則有近7,500人次入場，為過去12個月最高。市民讚賞活動帶動節日氣氛。內媒話，持回鄉證少年四川登山挖最亡，入境處按家屬意願協助。內地媒體報道，一名16歲持港澳通行證嘅少年喺四川阿壩登山嘅時候挖最身亡。香港入境處表示，已經透過駐成都經貿辦跟進，並按家屬意願提供協助，會繼續保持聯繫。張佩松紀念中學4女生廣州考察被滋擾，校方話老師迅速介入。將軍澳張佩松紀念中學4名女學生上月喺廣州酒店遭男子滋擾，校方表示事件冇身體接觸，學生未受傷，涉事男子手機冇學生照片。老師大約2分鐘介入處理，並要求酒店轉房。校方已經向教育局提交報告，建議提升交流團酒店保安。陳茂波乘電車同市民交流，林定國參觀美荷樓嘆點心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尋日乘免費電車同市民交流，呼籲團結開創機遇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則到美荷樓參觀展覽，享用傳統點心，讚揚香港人化危為機嘅精神，鼓勵釋放潛能，建設更幸福嘅香港。政府同埋各界推優惠活動慶回歸，多項公共交通提供優惠。尋日為咗慶祝回歸28週年，港鐵熱抽獎送出71,000份電子單程票，電車同埋部分渡輪航線免費。市民讚賞安排便利，內地遊客乘渡輪遊覽維港，認為活動帶動消費氣氛。沈靜濤港台活動即場演奏，有小朋友借仿效參加鋼琴比賽。香港鋼琴家沈靜濤尋日喺香港電台活動即場演奏，分享范克萊本國際鋼琴賽奪冠經歷。現場小朋友表示受啟發，盼日後參加大型比賽。樂評人建議增撥資源，支持年輕人推廣音樂文化。餐飲業界料7·1生意額較舊年增約1成。全港逾4000間嘅食肆，琴日提供7·1折等優惠，市民趁機聚餐。餐飲業界預計生意額較舊年增大約1成。立法會議員指優惠有助帶動消費，計劃針對銀髮市場推廣。427人獲授勳銜同埋嘉獎，9人為維護國家安全獲頒勳銜。政府公布2025年授勳名單，427人獲授勳銜同埋嘉獎，包括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等3人獲大紫荊勳章，20人獲金紫荊星章，9人因為維護國家安全獲頒勳銜。沈靜濤出席港台活動，廣播處長了激發年輕人揚威海外。香港鋼琴家沈靜濤琴日喺港台活動演奏參賽曲目，廣播處長關婉儀祝賀其成就，認為可激發年輕人喺國際舞台發光，展現香港多元文化魅力。康文署免費開放多項設施慶回歸，康文署琴日免費開放多項康樂設施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專題展覽亦都免費，但需預約。市民讚賞安排，促進節日氣氛，為部分市民因誤以為可即場入場感到失望。部分公交提供優惠慶回歸，餐飲業界料生意額增大約1成。尋日港鐵送出71,000份電子單程票，電車連續3日免費。餐飲業界表示，參與優惠嘅食肆增至4100幾間，預計7·1生意額較舊年增約1成，市民積極光顧。李家超，本屆政府上任3年，建立安全及穩定嘅香港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尋日喺回歸28週年酒會表示，本屆政府3年嚟推動改革，經濟由負轉正，公屋輪候時間縮減，金融中心地位升至全球第3。未來將聚焦安全，發展北部都會區及改善民生。山東艦編隊即將訪港，央視發放航母編隊片段。山東艦航母編隊將喺聽日至到7日訪港5日，期間開放參觀及舉辦文化交流。央視尋日發放片段，展示山東艦同埋多艘軍艦嘅海上演練及泊岸畫面。元朗私家車司機懷疑撞斃騎單車男子後不顧而去。
元朗尋日發生致命車禍，一名騎單車男子被私家車撞倒後昏迷，送院不治，涉事司機逃離現場，警方正調查。沈正濤透露，比賽後段越感自在，稱永遠以鋼琴為專業。香港鋼琴家沈正濤琴日喺港台活動表示，范克萊本比賽後段即興演繹，獲獎之後感謝家人支持。其母稱兒子成績靠長期努力，盼佢以音樂啟發他人。沈正濤計劃每年數次大型演出，包括香港演奏會。沈正濤表示，未來計劃每年在港以及全球舉行大型演出，推廣古典音樂。佢讚香港表演場地多元化，適合發展音樂事業，盼成為古典音樂大使。港台香港唱片足印展公開逾100張珍藏黑膠唱片。香港電台琴日起舉辦香港唱片足印展，展出30至90年代逾100張黑膠唱片，包括流行、戲曲及古典音樂。展覽設互動區，以 AI 重塑經典唱片畫面，至到7月9號於沙田舉行。林健鋒稱，商務客來港參加展覽，料下半年落實投資項目。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表示，香港財政穩定，首季商務客增加，料下半年投資項目落實，對前景充滿信心。佢指行政長官高度重視北部都會區發展。電車連續3日免費乘搭，有市民專程遊電車河。電車尋日起連續3日免費，市民專程到港島遊電車河，讚賞乘搭舒適。遊客表示電車具歷史價值，盼日後有更多優惠。多項交通提供優惠，市民話港鐵抽獎程序方便。尋日港鐵送出71000份電子單程票，電車以及渡輪免費，市民讚抽獎方便，為長者盼更多非手機優惠。內地旅客乘渡輪欣賞維港，拍攝多張相。故宮文化博物館免費門票預約額滿，康文署設施免費開放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尋日免費開放，預約門票額滿，部分市民誤以為可即場入場。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亦免費，市民話活動帶動節日氣氛。梁智仁稱獲大紫荊勳章係莫大榮譽，感謝多年支持。前醫管局主席梁智仁獲頒大紫荊勳章，感謝家人同同行嘅支持，認為榮譽屬於所有夥伴，會以謙卑之心接受。陳國基話繼續維護高水平安全，將挑戰轉化為機遇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，回歸28年，靠一國兩制克服挑戰，未來將維護安全，主動應變，將挑戰轉為機遇，推動高質量發展。截至上晝11時半 ，M+ 近3800人次入場。西九文化區表示，琴日上晝11時半 ，M+ 錄得近3800人次入場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近1200人次 ，M+ 最後入場時間為下晝6點。許正宇話，回歸以嚟，香港改革創新，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穩固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，回歸28年，香港克服挑戰，金融中心地位升至全球第3，今年新股集資額全球第1，未來將推動數字資產及綠色金融發展。有商戶提供唔同嘅優惠慶回歸，市民同家人聚餐。逾4000間食肆琴日提供7·1折優惠，市民趁機到酒樓聚餐。西餅店表示，蛋卷優惠吸引人流，預料銷售額增2位數。外交部駐港公署不滿政客抹黑香港人權法治。外交部駐港公署批評美國同埋歐盟政客攻擊香港國安法，粗暴干涉內政，暴露以港壓華，用心促停止干涉香港事務。多名局長分享慶回歸活動，呼籲市民外出消費。多位局長尋日參與慶回歸活動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享用餐飲優惠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主持電車免費活動，鼓勵市民消費，推動經濟。皇家同記商戶7·1優惠吸引市民留港消費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，琴日逾4000間食肆提供優惠，參與商戶比舊年多，料生意額增1成，吸引市民同埋旅客消費。寄艙行李涉撞懷疑大麻花，曼谷抵港旅客聽日提堂。海關琴日喺機場檢獲7公斤懷疑大麻花，市值150萬元，一名37歲男子被捕，將會喺聽日提堂。海關呼籲市民勿參與販毒。外交部話，香港國安法實施5年，社會更團結。外交部表示，香港國安法實施5年，法律體系完善，社會安定，經濟增長連續9季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居前3，批評西方政客抹黑暴露險惡用心。
多名問責官員參與慶回歸活動，呼籲市民享用優惠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尋日參觀美荷樓，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等飲茶打卡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參觀故宮博物館，呼籲市民外出消費。盧寵茂話：香港需確保醫療體系穩定性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，美國關稅戰或者影響醫療供應鏈，香港需要確保醫療體系穩定，推進3醫改革，深化國際合作，鞏固超級聯繫人角色。有酒店話7·1優惠訂座理想，以國慶續推主題優惠。香港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表示，琴日7·1節優惠訂座爆滿，人流比舊年多70%本地客。酒店計劃國慶推出10.1主題優惠，吸引旅客。謝展寰話：過去3年推動漁農業及生態保育。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，過去3年推動漁農業、生態保育及新能源，預計2027年可與養殖量翻倍，未來將打造香港為食品貿易樞紐，更新生物多樣性計劃。國際新聞：美財長有信心中國加快向美國出口稀土磁鐵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，中國將遵守協議，加快向美國出口稀土同磁鐵，為進口速度較4月前慢，期望加速進口，並透露美國同印度接近達成貿易協議。鮑威爾話，降息前需要謹慎觀察關稅政策影響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，需研究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對通脹影響，決定降息時機。佢強調，決策依數據，7月底會議將逐次討論。美參院通過稅收與支出法案，副總統曼斯投關鍵一票。美國參議院通過特朗普重視嘅稅收與支出法案，共和黨50人支持，3人倒戈，副總統曼斯投關鍵一票。法案將交眾議院投票，結果或者同樣接近。土耳其警方拘捕8人，包括最大反對黨成員。土耳其警方喺伊茲密爾拘捕逾8人，包括共和人民黨成員，涉嫌操控公共招標及欺詐。早前伊斯坦布爾前市長亦因貪腐被拘。鮑威爾話，如非特朗普關稅政策，聯儲局今年將會減息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，特朗普關稅政策推高通脹預測，聯儲局因此維持利率觀望。佢強調，聯儲局保持政治中立，現階段需更多數據。伊朗外長同歐盟外交官員討論美國軍事行動之後局勢。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同歐盟代表卡拉斯通話，討論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後嘅地區局勢。卡拉斯促外交解決核問題，阿拉格齊批評歐洲國家支持以色列。巴勒斯坦指以軍襲擊加沙致多人死亡，以軍話針對武裝組織。巴勒斯坦通訊社話，以軍琴日襲擊加沙多地，造成逾50人死亡。以軍表示，空軍一日內打擊140個武裝組織目標。德國男子涉嫌用刀襲擊同事，造成1死2傷。德國巴伐利亞州一名21歲男子涉嫌用刀刺傷同事，致一名59歲女子死亡，2人重傷。警方初步排除政治或者恐怖主義動機。南韓當局傳召尹錫悅禮拜六接受問話，強調唔再押後。南韓獨立檢察組傳召前總統尹錫悅星期六就內亂案接受調查，警告若果再次拒絕或發拘留令，尹錫悅早前以健康理由推遲調查。美加恢復貿易談判，白宮話加拿大總理向特朗普屈服。美國同加拿大琴日重啟貿易談判，加拿大總理卡尼取消數字服務稅。白宮話特朗普談判強硬，警告若果7月9號前冇協議，關稅將大幅提高。高溫喺法國同埋土耳其引發山火，法國西南部山火蔓延逾400公頃，氣溫預計升至40度。巴黎等15區發紅色高溫警報，千餘學校停課。土耳其亦都受高溫引發山火。泰國憲法法院受理調查佩通坦，暫停其總理職務。泰國憲法法院琴日受理調查總理佩通坦是否違憲，指其同柬埔寨前首相洪森通話示弱，佩通坦被暫停職務，副總理素利亞代行職權。意大利高溫天氣致2人死亡，英國部分地區或者係達35度。意大利2人因高溫死亡，法國艾菲爾鐵塔頂層暫停開放，西班牙6月錄得46度高溫，英國發黃色高溫警報，氣溫或者達這35度。王毅晤比利時首相稱中歐應堅持合作共贏。
中國外長王毅琴日會見比利時首相，讚賞佢嘅務實對華政策，呼籲中歐堅持夥伴關係，維護多邊主義。比利時盼歐中領導人會晤取得成果。白宮話加拿大總理向美國讓步，歸功特朗普談判作風。白宮表示，加拿大總理卡尼取消數字服務稅，向特朗普讓步，歸功特朗普強硬談判，警告若果7月9號前冇誠意談判，將提高關稅。美國政府指控哈佛違反民權法，威脅撤銷財政資源。特朗普政府話哈佛未有效應對針對猶太及以色列學生嘅騷擾，違反民權法，威脅撤銷佢聯邦財政資源。哈佛反駁已經積極解決問題。美國解除對敘利亞制裁，官員稱孤立局面將會結束。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，解除對敘利亞制裁，放寬商品出口管制及援助限制。財政部官員話，敘利亞將重返國際金融體系。特朗普批評鮑威爾話，認為冇減息咁羞恥。特朗普尋日批評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未大幅減息，稱若聯儲局積極行動，可以節省萬億美元利息。白宮透露，特朗普要求鮑威爾降低利率。泰國憲法法院審理佩通坦係咪違憲，佩通坦接受停職。泰國憲法法院尋日受理調查總理佩通坦是否違憲，暫停佢嘅職務。佩通坦接受決定，強調無惡意，會證明清白。副總理素利亞代行職務。歐洲大學迎接首批美國科研難民。歐盟招攬受特朗普政府資助削減影響嘅美國科研人員，首批學者抵達法國大學，研究健康、氣候等領域。分析指薪酬差異或者令人才回流。環時社評：稀土應承中歐關係黏合劑。環球時報社評話，中國稀土出口支撐歐盟綠色轉型，批評歐方商人操作，呼籲以合作為主基調，視稀土為中歐關係黏合劑。上海往成田波音客機疑失壓，緊急降落關西機場。一架由上海飛往成田嘅波音737客機，尋日疑因機艙失壓，緊急降落大阪關西機場。191名乘客及機組人員無恙，日本當局將調查事故原因。特朗普不滿日本拒進口美國大米，暗示調高關稅。特朗普批評日本米方卻拒進口美國大米，暗示將調高關稅。日本談判代表稱將捍衛國家利益，力爭7月9日之前達成貿易協定。馬斯克批評美國稅收與支出法案，話需新政黨。馬斯克批評特朗普支持嘅稅收與支出法案增加5萬億美元債務，摧毀就業，呼籲建立新政黨。法案或者削減社會福利，影響醫療保障。中國對菲律賓前參議員托倫蒂諾實施制裁。外交部宣布對菲律賓前參議員托倫蒂諾實施制裁，禁止其入境中國內地、香港同埋澳門，指其惡意言行損害中菲關係。中國駐歐盟使團不滿歐盟妄議香港國安法。中國駐歐盟使團批評歐盟就香港國安法5周年聲明干涉內政，指香港法治同營商環境更佳，促歐方尊重中國主權同香港法治。特朗普據報下周一會見內塔尼亞胡。外電指特朗普下個禮拜一將會喺白宮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，政府敦促以色列結束加沙戰爭並釋放人質。以軍尋日空襲加沙，致60人死亡。歐洲多國受酷熱影響，法國發高溫警報。法國今日氣溫或者達到41度，多省發高溫警報，千餘學校停課，艾菲爾鐵塔頂層暫停開放。西班牙同意大利亦都受高溫影響。美國加強對古巴強硬政策，古巴外長斥侵犯人權。特朗普簽署備忘錄，恢復對古巴旅遊禁令同埋經濟封鎖，推翻拜登政策。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批評美國懲罰古巴人民，阻礙國家發展。印度南部化工廠爆炸，36人遇難。印度特倫金納邦一化工廠尋日爆炸，造成36人死亡，幾十人受傷。當局成立小組調查，清理瓦礫，以確定最終遇難人數。東京男子喺商業設施遇襲死亡，疑兇自首。東京池袋一名男子琴日喺律師事務所被刀刺身亡，50歲疑兇自首，但稱唔記得行兇。疑兇曾為該事務所員工，警方正調查動機。中日韓合作國際論壇喺東京舉行。2025年中日韓合作國際論壇尋日喺東京舉行，討論三國政治、經濟及文化議題。秘書處秘書長李希哲呼籲加強合作，應對地緣政治挑戰。財經資訊。
台股初段升逾1%，台灣股市尋日開市初段升1.5%，加權指數報22,590點，升334點。南韓6月出口按年轉升4.3%，仍遜預期。南韓6月出口按年升4.3%，進口升3.3%，貿易順差90.8億美元。半導體出口增11.6%，汽車出口增2.3%，但對美國及中國出口分別跌0.5%及2.7%。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創近8個月高位，人民幣中間價琴日報7.1534對1美元，升52點子，創近8個月高位。人行開展1310億元逆回購操作，人民銀行尋日開展1310億元7天期逆回購操作。利率維持1.4%，單日淨回籠2755億元。內地股市初段偏軟，港股假期休市。琴日滬深股市開市初段偏軟，上證指數跌0.06%，深證及創業板指數分別跌0.31%及0.47%。香港因回歸28週年假期休市。內地6月8成新建住房價格上升，二手跌幅擴大。內地6月8成新建住宅均價按月升0.2%，按年升2.6%；二手住宅均價按月跌0.8%，按年跌7.3%。租賃市場需求增，租金跌幅收窄至0.3%。財新中國6月製造業 PMI 升至50.4，重返擴張。財新6月製造業 PMI 升至50.4，高於預期，重返擴張，新訂單同生產指數回升，但外需低迷，用工量下跌，企業對未來信心減弱。日股半日跌1%，日本股市尋日半日跌1%，日經平均指數上晝收市報40,081點，跌405點。電車連續3日免費乘搭，麥美娟與市民消費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尋日主持電車免費活動啟動禮，稱展現政企同心，鼓勵市民乘免費電車以及渡輪外出消費，推動經濟。內地股市半日個別發展，琴日滬深股市半日表現分化，上證指數收升0.21%，深證及創業板指數分別跌0.32%及0.58%，銀行及電力股升，跨境支付板塊跌。住宅租務旺季提早來臨，租金指數料第三季破頂。利嘉閣地產指住宅租務旺季提早至6月，受留學生同埋高才通需求帶動，租金指數料第三季升穿2019年高位，新盤入伙對租金影響輕微。澳門6月博彩收入按年升19%，澳門6月博彩收入210.64億澳門元，按年升19%，按月跌0.6%，上半年累計收入1187.71億澳門元，增4.4%。台股高收逾1%，台灣股市琴日收市升1.34%，加權指數報22,553點，升297點。習近平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，強調全國統一大市場。習近平尋日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第6次會議，強調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，推進5統一、一開放，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。李家超上任3年，經濟由負轉正，金融地位升第3。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，本屆政府3年嚟經濟正增長，公屋輪候時間減至5.3年，金融中心地位升至全球第3，引進21萬專才，提升競爭力。體育消息：溫網黃欣瑜女單晉級，鄭欽文首圈出局。溫布頓網球公開賽，中國選手黃欣瑜以7-5、6-2擊敗捷克15號種子穆霍娃晉級次圈，鄭欽文則以1-2不敵捷克選手仙尼雅高娃，連續3屆首圈出局。世冠盃富明尼斯2-0擊敗國際米蘭晉級8強。世冠盃16強，巴西球會富明尼斯以2-0擊敗國際米蘭晉級8強，簡奴及血高斯分別建功，成為第2支晉級嘅巴西球會。溫網男單艾卡拉斯苦戰5盤險勝晉級，衛冕溫網男單冠軍嘅艾卡拉斯首圈以7-5、6-7、7-5、2-6、6-1苦戰5盤擊敗38歲老將霍連尼，賽事因高溫一度暫停。影視娛樂與音樂。絕境末路 Netflix 上架，收視高，但係評分一般。泰來派利新片《絕境末路》6月6號喺 Netflix 上架，3周收視達4890萬次，穩居英語電影榜首。圍欄番茄評分僅52%，觀眾評分70%。
山怪巨魔2預告曝光，續寫 Netflix 非英語電影傳奇。挪威怪獸片《山怪巨魔》2022年創 Netflix 非英語電影最高收視1.03億次，其續集《山怪巨魔2》預告尋日曝光，講述山怪進軍城市。K-pop 獵魔女團原聲碟殺入 Billboard 10大。Netflix 動畫 K-pop 獵魔女團首周收視920萬次，爛番茄評分96%。原聲碟首周銷量3.1萬張，登 Billboard 200第8位，創今年電影原聲碟最佳成績。未知的首爾大團圓結局收視創8.4%新高。韓劇未知的首爾前晚播出結局，收視升至8.4%，創開播新高，穩守同時段冠軍。另一劇健將聯盟收視6%，微升0.3%。魷魚3穩佔全球收視冠軍，港星黃貝兒客串反派。Netflix 魷魚遊戲第3季上個禮拜五上架，穩佔93國收視冠軍。香港女星黃貝兒客串反派 VIP， 導演黃東赫暗諷馬斯克為 VIP 靈感來源。K 城故事沉浸式劇場結合 AI 同音樂體驗。香港話劇團 K 城故事以 AI 及音樂打造沉浸式劇場，改編自潘惠森小說，探索城市記憶。美國導演 Travis Preston 執導，黃惠慈等主演。謝霆鋒同歐陽娜娜重錄香水注入大提琴元素。謝霆鋒同歐陽娜娜合唱重錄2001年歌曲《香水》，加入現代編曲及大提琴，呈現跨世代音樂對話，保留原曲青春情感。谷婭溦開音樂學校，熱衷拍劇押後巡場。歌手谷婭溦開設音樂學校分享知識，熱衷演戲，接拍新劇並押後內地巡唱。佢坦言性格直率或者影響事業，盼憑努力尋求突破。姜濤抵港鞠躬謝粉絲，無視盧覓雪質疑智商。Mirror 成員姜濤尋日從巴黎返港，數十粉絲冒雨接機，佢90度鞠躬致謝，表示心情好轉，無視盧覓雪質疑佢嘅智商嘅言論。龍庭8月西九演唱會將首唱新歌。龍庭將喺8月喺西九自由空間舉行3場演唱會，琴日透露將演唱街頭舊曲同3首新歌，包括未灌錄嘅新作同酒香等。鄧麗欣為拉闊漣漪之舞，林峰、張繼聰同台演出。林峰、張繼聰同鄧麗欣將於8月30號舉行拉闊音樂會。鄧麗欣秘密漣漪之舞，張繼聰盼跳 Cookie 上女團舞，林峰傳授舞技。郭富城任周杰倫演唱會尾場嘉賓，18年後再同台。周杰倫啟德演唱會前晚尾場邀郭富城為嘉賓，合跳 Baby Shark 同合唱永遠愛不完，兩人相隔18年再同台，掀全場高潮。回歸晚會，肥媽同中年三甲開場，劉佩玥歌藝獲讚。星耀紫荊慶回歸晚會尋晚喺紅館舉行，肥媽同中年三甲合唱開場，楊千嬅、陳展鵬等演出，張振朗及蕭正楠讚劉佩玥歌藝101分。天氣報告。香港今日天氣預計多雲，間中有驟雨，氣溫介乎26至31度，濕度較高。市民外出請攜帶雨具，並注意防曬及補充水分。資訊聲明：新聞來源為香港電台同埋明報，財經、體育、娛樂、科技等資訊源於各資訊平台綜合整理，內容已全部經過核實。我哋將會為你報道最新新聞，請繼續關注我哋嘅更新。感謝你收聽今日新聞，祝大家愉快一日，聽日再會。